台鐵的東部幹線北部到花蓮之間，昨下晡因為電車線故障，敢若會當單線雙向通行。經過搶修了後，昨暗8點是已經恢復雙線正常通行。台鐵人員趕緊搶修，因為這幫218車次道路局的車，7月29下晡1點多，佇花蓮到北部之間發生故障，停佇個東正線，敢若會當單線雙向通行。218進站的時候，司機通報說，供電異常，然後我們自己發現之後，變成集電弓跟電車線發生纏繞的現象，緊急停車。台鐵隨啟動搶修甲接送，甲這幫車的旅客轉去隔壁線406車次列車，順利佇下晡2點26分完成疏運。南港的7000塊到花蓮，然後是在北埔那邊電線有問題嘛，隔壁的那個太魯9號就轉到接駁我們的7000塊，就慢了，到花蓮就慢了1個小時。慢了1個小時。經過搶修，7月29暗時8點10分恢復雙線通行。台鐵表示，若准後延誤45分鐘以上的旅客，一檔以來提車票去各車站辦理退錢，攏免收手續費。記者綜合報道。